市午间剧场，难忘风雨情。总算天气，我是非常担心，我烦恼到要死，你知无？阿基啊，你若来这，我是不是在迷茫啊？是丽莲甲我讲，阿基，你是安怎要离开我？你安尼活来做你走，等于是咧逼我去死，你知？你敢知你无伫的这段日子，我是安怎伫咧过？无记啊，这偌久无见，你白头苍拢走出。你别搁离开我好无？记，你唔通怪我无甲你讲就来离开你。美惠从细汉对我吃真多的苦，我实在唔甘搁看伊受到遐多的委屈，你知无？你疼查某囝，敢讲我都无疼查某囝是？伊是你的查某囝，嘛是我的查某囝。别怪我，怪我无尽力做人老爸责任，再来互恁母仔受到这么多委屈。但我放心，我会向你保证。以后绝对袂搁再发生这种代志。我一定让恁母仔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相信我好无？啊，你唔着讲话，讲你无要搁再离开我，阿金嘛，无要离开我好无？啊？不是我，是阮阿爸。伊忘记讲阿姨出代志。一定爱我带伊来去。阿姨这个病若好了后，你敢还可以？我知明我妈妈的意思，只要伊老公回去，我就回去。阿姨嘛是安尼讲，拄着你嘛是碰着，你敢真心接受伊两位老公？你会？假使你若还搁咧气我，唔肯搬转去，伫咧遮。我是中甲你下心的，真心的。我以后袂搁再对你、甲阿姨，我袂发脾气。丽玲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啊！我答应你就是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
啊，你也伫咧遮？啊，头家娘呢？伊人要紧无？即个人真好啦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阮大姊，以后你就叫大小姐就好啊。哎呀，李慧，这哦是阿花，较早咱厝的使用啦，即摆搁等来斗相共。大小姐，嘿你好，莫叫我大小姐啦，安尼我袂惯势。啊，当我无叫你大小姐，无我是要叫你啥货啊？我叫你阿花，你叫我美惠就会用食。哈，我叫你美惠啊，安尼袂用一袂用一啦。我若叫你美惠啊吼，人会讲阿花啊毋捌规矩啦，袂使啦，袂使啦。我不管啦，反正我不爱听到人叫我大小姐这三字。小姐啊，安尼我是要安怎嘞啦？既然若不爱听哦，你哦就叫美惠小姐就好啊。哈，我叫美惠小姐哦，这个名阁好听哦。安尼啊，小姐，安尼有哦，以后我嘛是爱叫你丽玲小姐啊。啊无吼，两个拢小姐哦，会混唔对去呢。美惠小姐、丽玲小姐，够好听。哎呦喂呀！你就是咧害阮头家袂小心的头家娘哦！害啊！你若规面就遐歹看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今仔日若拄着我阿花啊，就安尼搭你头壳顶，好当的来。你看，我阿花吼特别甲你准备的，头一个你看卖啊，红烧猪脚，红滚滚，这偌好落饭的咧。第二个哦是鲍鱼翅，吼，真正食到到地人讲美容养颜呐。第三个是素骨老鸡，互你补血兼养神。若是第四个哦，真正赞的，叫做碰风鸭，哈哈，拄着我阿花啊，免偌久啊，你就念伊碰晒晒啊啦。阿花啊，等你伫变啥货？头家娘人你无爽过，哪有可能食遐济物件啦？赶赶等伊家己食。啥？头家啊？哦，啊，我煮遮尔济物件，你叫我家己一人食哦，小蛤蟆啦！我这若食了，你敢知会变啥？你敢知？安尼呢？对，你捌甲因小妹朱小妹。哎呦啊，唔知啦，唔知啦，头家娘啊，你也看啦，丽玲小姐讲我有做朱小妹啦，人无爱啦。美惠，美惠，我唔知这5年外来，你到底是食偌济苦，才会变到这么冷酷，这么无情。怀着我要甲你计较，我袂甲你计较，你到底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美惠。你敢袂记咱两人当初有酒庄？我行到天边海角，咱两人拢要规世人斗阵。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咱两人的山盟海誓，你敢拢袂记来哦？是的，麻烦你食扫帚行吧。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？你是安怎要对我这么残忍？是安怎要伤我的心？李慧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你会变到这么冷酷无情。美惠，我求你，莫安尼唔插我，也袂甲我讲话，安尼我规个人会忍受袂了啦。美惠，这么多年来啊，我每一天拢在想，在想讲，若是倒一天咱会当搁再见面的时阵，我会有安尼欢喜。我安尼冲动，甚至欢喜到流目屎。李慧啊，你拍我也好，你骂我也好，我拢会当忍受。但是你唔通安尼冷淡来对待我，好唔好？你跑啊！你跑啊！你跑啊！跑啊！本来就无代志，拢嘛你头前，拢叫我一定爱加大开工。李慧啊，你是毋是真无爱等去你后一遐？
你若无爱，妈妈嘛袂勉强你。咱两个母仔囝相依为命，无一定爱靠别人吼。美惠啊，你爱答应妈妈，莫搁去共洗碗、拼扫、做苦工啊啦。妈妈看到你遮尔啊水，遮尔啊油的手，逐工就爱去抹洗碗水，我的心肝敢若倒咧挂咧。妈，都是我唔好，我要答应叫你甲后姐分开咧。伊对你遐尔好，遐尔啊温柔，我替你欢喜就袂赴啊。哪心肝遮尔啊凶，爱你甲伊分开，妈，我实在足不好诶。丽惠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愿意搁倒转到恁后姐遐大是无？你袂搁去甲丽玲计较啊啥？伊有讲过啊，伊讲只要看到你甲后姐幸福快乐，伊会改变以前对咱的态度。恁两个凭以前较捌代志。阿金啊，美惠啊，原来恁伫遮，我掠准恁。阿姐，你等下陪妈妈，我也有代志，我先走。妈，伊嘛拢先来陪你。美惠啊，你答应妈妈，袂搁再去哦。我知影啦，啊，毋过阮头家即马当欠骹手，我袂用话走就走啊，嘛要互人点时间找人，对。妈，啊，我先来去啊。阿姐，再见。阿金，美惠说跟你无影响。来，妈，我来洗就好啦。你无用规工，你去休困啦。哎呦，洗碗是查某人的工课，哪会互伊查甫人来做啦？来啦，工课就是工课，哪有人咧分什么查甫人、查某人啦？搁再讲，你查某人来当做代志，我一定做起来无问题啊。哎，我来做就好啊。美惠啊，不要紧啦，美惠啊，啊想袂到我甲你开讲了后，你竟然会选要来我遮甲我斗做事。要毋过我话已经讲过啊，我是无可能搁付你薪水的啊，啊！现在兄，你莫甲我调侃啦，我是敢若想要甲斗3工，因为伊即马逐工拢要去病院陪伊妈妈，所以我是惊伊伤忝啦。来，坐啦，美惠啊，这美惠虽然再来我遮甲我斗3工无偌久，要毋过我已经是甲美惠当做是家己的亲小妹安尼看待咧。是啊。伊是一个足温柔、搁足歹代志的查某囡仔。因为伊的缺点就是啥物代志拢去替别人想啊，从来毋捌考虑到家己咧。所以我希望你一定爱好好对待伊，千万毋好受到啥物的委屈的，啊若无我这做大兄绝对袂帮你煞哦。天祖啊，你是伫黑白讲啥啦？天助兄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专心专意来对待伊，绝对袂互伊受到委屈。安尼毋则对哦，来啦，人咧讲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两个也莫甲时间拢浪费伫我遮。去啦，紧去找一个花前月下的所在，好好亲近一下。来，你早去遮啦吼。天祖啊，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你若讲黑白讲，我是要甲大叔讲。好啊，莫用这步甲我吓。而且我嘛无咧黑白讲啊，你若毋信你做你问明辉啊，看伊会来遮甲我斗3工，是毋是毋茫讲？我会当互你较早休困，通好甲你约会啊，对无？滚得歹势！先生，我来去哦。紧，再见哦。再见哦。这美惠毋知闭啥房，敲电话给伊拢无伫厝诶。好啊，你看敢会是明惠爸母？我的明惠也接我的电话。可能是，可能毋是啦。你讲这是啥物笑话啦？我唔管啦，你替我敲一个电话给伊，叫伊来这边一转。即摆要敲电话哦。歹势，绝对无咧厝诶。今日暗暝明惠无伫咧厝，伊会去倒？好啊，你是毋知啥物代志无要甲我讲，你紧讲哦。你紧讲啊！你较紧讲啦！好啦，我讲啦。但是我若甲你讲煞吼，你袂使怪我哦。所有代志甲我拢无关系啦。到底啥物代志这么严重？你唔紧讲？人明辉已经去找到伊初恋的情人啊啦。你再讲一遍。哎，
丽玲啊，我看你死心啦！你无听人咧讲天涯何处无芳草呢？啊，若凭你遮好的条件吼，要交一个比明辉啊好几啊百倍男朋友，你惊无哦？我袂，我永远都袂要放弃我对明辉的感情。明辉啊，敢真是遐好，你咧为伊甘愿要牺牲遐一切安尼哦？无毋对，自从我入去大学迄一天，我就去明辉的气质轻掉咧。经过5年，我感觉明辉优点愈来愈多，我无度将我对明辉的爱放袂记。问题明辉的爱是以前迄个女朋友啊。无可能，明辉爸甲我讲过，讲伊若无较早女朋友，伊真有可能去爱着我。只要明辉心内有我，我就有信心来接倒转来。啥货？你的意思是要将明辉对于以前迄个女朋友的手拢甲抢倒转来？有啥物袂用的？假使这么简单就得到明辉，这份感情嘛要过来有去珍惜啊，对无？丽玲想袂到讲你会讲这话啦。吼，我拄则吼还搁咧烦恼吼，我甲你讲这个代志了后，你会受不了这个打击吼。你啊看啦，我穿这领白衫吼，准备了咧哭一个有话讲。你爱知呢，吼，我都拄咧芳水香规罐的。但是吼，丽玲你免烦恼遐济啦，放心啦，既然你若介意明辉啊吼，我土啊吼一定徛你这边的，保证你一定成功的啦。丽玲，高早，你怎遮早就起来？昨暗时规暝拢无去。你要去上班哦？我要来去上班。啊，你是讲你要去迄个二大遐上班？我是来想无呢。阮爸逐个月互你的所费，甲我拢平济，啊，你着比较辛苦。丽玲，高早，你怎遮早就起来？昨暗时规暝拢无去。你要去上班哦？我要来去上班。啊，你是讲你要去迄个二大遐上班？我是来想无呢。阮爸逐个月互你的所费，甲我拢平济，啊，你着比较辛苦。你去二大，逐个面母甲你买咧，啊，你感觉无？我袂安尼想啊，我感觉逐工有工课通好做，颠倒较好过日。搁再讲，阮头家对我袂歹啊，我嘛歹势伫个人当欠骹手的时阵，甲人死头路。丽玲，我来去上班啊，你较早休困咧。阿姐，妈，你啥无转来啊？我要来去上班啊。有啦，较早甲恁头家讲啊，头路莫做死死条。你妈妈看你逐工遐辛苦，迄是偌毋甘的呢。好啦，妈，我来去啊。阿明，你有看美惠最近甲客户拢无啥同款，啊？敢有？哪会无？你要看伊即马家老自信，啊家老活泼的呢。哦，你讲这哦，哎呦，煞毋知，人最近哦咧恋爱啊啦。哦，真实的。啊，对方是什么款的查甫囡仔？你捌看无？啊，因爸母咧，好斗阵。哎，看你紧张甲安尼，袂输要嫁查某囝。这本来就是啊。阿姨，啊，你以为是当时交的男朋友，安怎拢无甲恁讲一个？啊，毋着叫伊带转来，互阮阿爸鉴定一下，看伊有资格传阮5届大查某囝无？哎，
这遐早的啦。听伊讲哦，这是美惠读高中时阵的同学啦。但已经5、6年都无见面啦，即摆雄雄去拄着，要去顿嫁娶哦，也袂哩啦。人客坐啦，啊，唔知你要食啥？是你哦？啊，你敢毋是美惠的小妹啊？啊，请问美惠有伫无？啊，美惠哦，哦，伊送米去对面的公司啊，啊，随就转来吼。啊，你遐坐者啊？多谢。没啦。头家啊，啊，这门去偌久啊？有一困啊咧，应该随就转来啊。啊，你敢有啥物重要代志要找伊先？哦，无啦。无吼，无歹势，你小坐咧，我内底无闲咧。是的，是的。弟弟，你哪会来遮？是问阮妈妈伊？恁两个熟悉哦？哪会是你？哪会是你？弟弟，你是在讲啥？我哪有听无？你莫过来！你莫倒给我说！丽玲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要解释啥？我到底是顶世人欠你啥？你要安尼对付我？我将我上亲爱的都万留做予你甲你妈妈，我你做甲我无够。你搁要来配我甲明伟的感情？你到底是我在什么地方？你才会讲我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弟弟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是唔知影你甲伊袂婚，我就抓，我真是唔知影，我若知影，我一定会。丽玲，我以前唔是有甲你讲过，我有一个初恋的女朋友，我这世人都袂当甲放袂记。我即摆已经找到伊啊，伊就是美惠。林美惠，我到底是做解袂比的？你声声句句讲我着从初恋的女朋友放袂记，我真是命搁较差是无？丽玲，感情的代志袂当用比较的。我知影伫真侪人的心内，你是一个真美丽、聪明、活泼、可爱的查某囡仔。也毋过伫我的眼内，美惠的温柔、体贴，才是我介意。你若要怪我，你千万唔通怪美惠。懂，你又可是想要创啥？哎，这两个查某人的战争诶，你上好点点徛在那食，唔好喐去。啊，若无，我保证你是火烧。